有一个老爸苦毒凌迟家己6岁囝，这个老爸为着袂互人发现囡仔互拍，就强迫囡仔去浸烧水，要互乌青提起，落尾杀害这个囡仔毒水过身。这案即马是经过国民法官审理，昨一审甲这个粗残的老爸，依照凌迟未成年致死罪判关16年。 台中丰原一个姓齐的查甫人，去年开始几礼拜拍家己6岁后生。今年6月，查甫囡仔洗身躯的时阵煞毒水死亡。检警事后查出是这个老爸，将囡仔身躯顶的伤互人发现，要求伊伫塑胶箱仔内底泡烧水，互乌青退掉。毋过最后杀害查甫囡仔毒水死亡。经过台中地院国民法官的参审，测一依照凌虐未成年人致死罪嫌，甲姓齐的查甫人重判。 被害人为被告的亲生骨肉，对被害人负有教养的义务，竟狠心剥夺被害人的生命，犯罪所生危害至为严重。国民法官充分评议后，判处有徒刑16年。台中地院表示，合议庭经过3天的审理，做出一审判决，专案还阁会当上诉。若彰化一个姓区的林某，毋但无合法的证照，阁苦毒几人的囡仔。2021年6月涉嫌伤害一个4岁查甫囡仔。 彰化地院审理了后，作出一审判决。依照过失伤害以及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等罪，这个无照接受托育的保姆呢，则是分别被处4个月、2个月以及1年5个月有期徒刑。彰化地院表示，林某已经甲被害人的家属谈和解，部分已经执行煞，最后互人判1年11个月。不过，另外一个姓黄的查甫人煞拢毋认罪。 所以，互人判2年6个月有期徒刑。当初检举的民众是认为安尼实在判伤轻。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的心头一块肉，你看看这样家长能那个吗？能服吗？当初检举的民众表示，判伤轻根本无法度显示正义，敢若希望安尼的悲剧莫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昨伫内政委员会要求临时提案的文字，甲中国改做大陆，引起争议。外交部长吴钊燮